歡迎大家出席由我哋資本平台舉辦資本傑出上市企業大獎2025暨第26屆資本傑出企業成就獎頒獎典禮。咁首先喺度啦，我要恭喜，亦都要感謝 Capital 啦，舉辦呢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啦，咁去鼓勵我哋或者去表揚一眾表現出色嘅上市公司啦。咁當然喺度啦，亦都要恭賀一眾獲嘉許嘅朋友。咁我非常之期待啦，大家能夠喺你哋現有基礎上繼續努力，可以喺你哋各自嘅範疇、各自嘅領域啦，進一步做大做強。香港係有好多有心有力嘅企業，咁透過你哋嘅積極努力，去助力推動香港嘅經濟發展㗎。喺度啦，祝願今日嘅頒獎典禮圓滿成功，祝願在座各位生意興隆，工作順利。Thank you。首先喺呢度恭喜今日所有獲獎嘅企業啦。咁多年嚟 Capital 咧，亦都透過頒發不同嘅獎項咧，嘉許優秀嘅企業。咁獲獎嘅企業咧，亦都來自各行各業。呢個充分證明咗香港嘅企業咧，喺面對全球經濟嘅挑戰嘅時候咧，仍然係可以展現出強勁嘅韌性啦，同埋核心嘅競爭力嘅。唔經唔覺咧，其實資本雜誌咧，明年咧就係已經踏入創刊嘅第40年㗎啦。咁喺今日咁競爭、咁激烈嘅呢個環境之下咧，紙媒能夠堅持到40年咧，其實亦都係唔容易嘅。咁睇到今日得獎嘅企業咧，亦都俾到我哋好大嘅激勵同埋呢一個係鞭策。希望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努力，繼續創下佳績，